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来咯。近几年啊，因为工作也系读书的关系，睇诺贝尔师范的机会比睇沃卡师范的机会还够多哦。故说啊，可以同大家录下一年好好睇沃卡师范，是一件真幸福的事情呢。啊，就有大家想要将一个幸福的感觉，用于佢自家的传统地位。今家我哋就来分享一个安定真的调家娘，顺势也分享我哋千久冇看到的老朋友苏仁姐。主持人好，电视前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珍。我睇从此呢又可以跟屋卡厨房，有限呢分享大家来了。哇，分享苏珍姐也真久冇看到你呢。我记得讲之前来到节目地播的时间吼，能喺睇屏东市地播开传堂。更加让我想到贵去从此这边开传堂咯。甚至我还记得讲，唔单止开传堂哦，我还去走去选嘅村庄里。也是一个缘分啦，也是林森路开的时间，因为中途的时间，妹妹身体的关系，医生呢为了休养，也系俺哋路参详讲，冇路暂时先休息，一段时间，因为人生要赚钱的机会过多，但是身体是最重要的，所以参详之下呢，俺哋路先从店的先休息。我路晒鼓来不卡，因为装批的缘分的关系呢，所以我就去先俺哋新潭村的村庄，先到村庄过后呢，佢系妹妹참참的身体也恢复得差唔多的，佢系路提议讲，俺哋系唔系再过同不卡开鼓来，真是晒鼓来俺哋自家不卡来开，看那先一种的气氛，含同一种的变化呢，系唔系可以适当，参详过后呢，俺哋路开始进行，路开不卡厨房。能有一个想法吼，都真是将一个传堂开放来，睇从此入边开放来，花一久的时间。因为我印象里边，喺有一年的时间，我经过这片能传堂这片，在发现到讲有一间传堂开嘅，名嘅问到屋卡，我真发现到能开嘅呢。其实有想法都完全做到好是冇超过半年的时间。佢喺路开始有构想啦，开始想。但是呢，要前面嘅适当的地方，也有失败困难啦，所以路上讲，对我嘅喺服务处有一个空地，我嘅服务处后边係服饰生态，但是前面有青苔嘅空间可以利用，嘅喺路有尝试过讲，可以，我哋路开始打造我哋嘅屋卡厨房。古说这片呢，更加传统蔬菜的地方，都是自家路卡的地方嘛，自家的地。之前呢，开在传统喺屏东市市区哦，尤其喺林森路这片，我哋拢伫过闹热啲地方。更加贵到我哋重置，唔係讲重置係唔闹热咯，我哋啲地方多多好喺嘅態度順係可以寫好嘅地位，講呢啲意思先。你對我哋嚟講，一種變化啊，會唔會對傳統嘅宣傳也好，本大家個模一下都會看得到，能有乜嘅方式增加一個曝光度嗎？一下我哋本有想到一個問題啊，所以佢對開始有想法嘅時候，就慢慢嚟睇緊人參想，用乜嘅方式嚟呈現屋卡，本睇緊人啲，用乜嘅目標。佢喺我哋睇林森路有一台風茶，伊個算睇到我地步啦，本我確定咧。因為更加古來屋卡，我哋真是屋卡係因為場所嘅關係，所以同風茶，我哋想講係咪同一台風茶嚟曬下攞杯去，甚至搓一個件，本人哋講屋卡廚房攞杯有一個件，一個件攞係風茶，風茶身後咧種到花草，吞到醬嘅色嘅，本人感覺講有一個印象，講屋卡廚房攞杯有一個醬嘅風茶，也代表幸福，佢係風茶也係我哋。屋卡廚房嘅一種嘅象徵，係佢幸福嘅感覺。除了一個風茶之外，一個傳統還有乜嘅新嘅變化冇？一個傳統像老輩人嘅是本來係鐵皮屋嘅，拆開過後都重新裝潢。伊係鐵皮屋嘅地方有個結構，如係一個公門，個公門我哋都提拆開過後呢，公門裝落去，重新裝潢嗰本公門睇落去，看伊都像裁縫樣嘅。所以我哋同個公門都設四種嘅色，不同嘅譬如做燈條四種色，本人感覺講，有一種本腔有一種嗰鮮嘅嗰種感覺講，醬醬嘅，有一條屋卡落邊呢有一個宮門，我哋客話講天宮啦，我哋客話講天宮，有一種天宮嘅嗰種感覺特色。
啊，如较个明显。安尼，能自家开传堂吼，啊，都更加有除了讲脑杯，俺们可能都会建设外观有偏差之外，能自家的精神应该无就系嘛，行喺像头头来讲的，像迄种一个木卡示范的感觉吼，办到这边来。啊，除了安尼，恁还有其他新增加讲新的理念啊，也系讲新的一个精神，也系讲宗旨嘛。无是讲因为铁本身来本系本村的村长，所以西古来做时个，俺哋本身就会服务村民。啊，所以西古来时个就像本他家人感觉讲，这是一个所在就像木卡样的，古来他家人的讲法啦，他家人的俗事啦，他家人的文图啦，吼，如果感觉讲，这是讲像木卡样的。安尼讲到鸦片哦，拄好，如果迄阵种说真济，俺更加没来考试哦。迄顺便分俺们观众朋友提讲，其实俺们从事俺们新潭村迄某个地方，你可以简单小解一下，也顺便分大家提讲，也个传统所在个味的，到底迄某个一个啥去，好冇？俺们新潭村喺重置喺算讲喺国集圈时期啦，吼，俺们太连路过来福庄路新潭村，嘿，跨过迄路屏东市的。啊，新潭村算喺重置上最大村，俺们他们都有4000人的人口，吼，一次到福高的，从伊福高的，吼，嘅只个还算新潭村，吼，啊到淡庄的目前到润丰嘅也算新潭村，所以有3个部落，吼，伊个就三草木，三草俺们也木卡传统是属于三草木的外围。啊，迄方的一批土，对个西边一批方的一批叫地杯总头的，俺哋还算三草木的外围就芦笋，只不过俺哋一批路的方的一批。系啊，因为拄好也个新潭村吼，其算系头有讲嘛，最大的村人口嗰度啊，乡公所这片也系在新潭村。乡公所这片是隔一条台路算经营村。经营村啊，福高的叶片的话就算新潭村。系啊，伊咧马，伊咧路的嘅隔。系啊，都好文教吼行政拢提下ful圈的，算行政去啦。嘿，所以咧个老年的地方，俺们嗰时节有想到讲，之前木卡嘅传统系卖饭卖面的，内容差唔多都从一般的俺们说的传统简餐店差唔多嘛。俺们办过了之后，我看到啊，俺们这个菜单从多个轨道的无共用的东西呢，俺们这个在。嗰时节设计菜单啊，讨论的时间，有想到讲，俺们种批啊，从这下边，佢有某个市场区位，俺们会先做调查嘛，种批都在家己某个是某个，也讲从这下边销某个传统料理的类型，恁有去调查过吗？有去讨论过吗？今日我重新开的时间，俺们有讨论过关于一个餐点的问题，所以俺们就在个研发讲无共用的东西，但是俺们还是有保留原先客家的东西，比如讲俺们有一个交节功夫菜，还有猪卡，有风肉，假日限定，但是俺们买下来，俺们已经可以记下账一下来，感觉到大部分的人还是喜欢是无共用的东西，因为可能俺们嘅只个本身猪肉同风肉吼，平常时人家还一道老人家种皮就会这个就会腐嘅嘛。这个已经清白。不是吃得多嘛，所以对今人来讲，反而安尼东西佫无乜嘅稀奇。所以俺哋都感觉讲一段时间内，还系一种异国料理的东西，还是卖得唔会差。也係講我印象地度啊，像從之後嘅地本賣面賣飯嘅嗰度，像一般的一種特別的料理吼，我哋講嘅簡餐啊，吼特別異國料理反而沒有按道理吼。錯，啊，你唔能睇做一個討論嘅時節啦，如下一年，吼，譬如講妹妹，也係講如下爸爸媽媽啦，吼，也係講其他親戚，甚至於講唔能喺相親，睇開一個傳統嘅時節，唔能會前期去討論，啊，今日又有乜嘅無共嘅建議，也係講本人無共嘅想法嘛。大部分講討論吼，我哋以實際嘅，比如講我哋已經開嘅，類似咧大部分說是人也係相親，我們適合嘅，無論睇事咧當中，我哋會直接去討論，過來聽伊都觀察，好事嘅東西一定唔會存，冇事嘅東西喺因哋冇介意嘅，一定會存，會多方嚟比較講，一般的消費屬性啊，哈，個今年的喜好，我們會從這個當中去。過來調整，調整一個東西，再個不用
当然客家元素唔可以不用，所以俺的新的菜单里边还是有一些客家元素的东西，用那把提我家的料理方去综合，也就变一种新的冇共用的味道。但是东西不是看到，不过味道可能不一定完全一样。按你能睇做一個料理嘅部分啊，你能之前做嘅係麵類嘅鍋燒啦，也對嘛？你能為到做一個新嘅料理，你能有特別去學冇？就像唔去學，也係講咩咩技能去學。還是會請教師傅啦，一提講俺哋想愛嘅東西，因為就像特殊共用啊，愛學一些基本嘅東西。按有一基本嘅理念過後，唔能有法度去上冇共用嘅東西來做。就特殊共用，我課本上學嘅，我出社會過，要再同我社會嘅經驗同我基本再過來結合共用嘅道理。你學一道新嘅料理會唔會幾困難啊？會唔會想到講，哎呦，係喎，按麻煩啊，係去做以前嘅都好。其實唔會呢，唔會想講有興趣，個想要同好嘅東西、好食嘅東西同他家人分享，伴他家人食方嚟個幸福，個氣氛，嗰種心，如果咁樣講，真想要同好嘅東西伴愛人行，伴愛村民去分享，嗰種心嘅事，如果咁樣真歡喜。係啊，係你自家嘅感覺啦，像一種好嘅東西分享俾大家，再辛苦再累也冇影響到你自家，錯冇？觀眾朋友，我哋老朋友將其嘅傳統對屏東市本地文化嘅重視一片嚟係一個原因哦。唔過今日嘅料理到底係乜嘅味道呢？休息一下，再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前面同蘇總姐同大家分享嘅很多有關傳統嘅故事，最重要呢，傳統地方到底有哪條好食的，更加繼續嚟請教蘇總姐咯。蘇總姐前面有講到，能更加變化有很多嘛，到底能嘅菜單地方有成功，能嘅料理有一道好冇？差唔多30-40項。30-40項。變實在嘅料理嚟講。實在也有哦。係，有鍋啦有飯啦，嘛有一種嘅石鍋拌飯。本實在人方便，因為畢竟更加實在人嗰度。唔係講木卡幾間人嘅類似飯，有一間人實在，有類冇實在好食啦，冇方便。所以比較想做嗰多元一些，本他家用菜咧人方便。按多項嘅料理啊，有飯有麵，甚至於講有特別異國嘅料理嚟講，你能這樣嘅分類地位啊，你能有去特別安排冇？就像韓國料理，也係講法式嘅料理、美國嘅料理，你能會按嚟去分冇？大部分分講，比如講食鍋像火鍋類也都一起，食飯咧一起，嗰家嘅料理嘅一起，實在嘅一起，本錢嘅人啊，各方面錢，我實在嘅我就請食材素菜，我今日上嘅是冇共用嘅我家嘅料理，我都直接看我家嘅料理。在你嚟講啊，最多人去點嘅也係講能最熱門嘅料理係哪道項有主打嘅嘛？而家目前店方賣嘅最好嘅料理都算一個酥肥嫩雞，蒜香奶油醬酥肥嫩雞，這個是走比較養生的，然後它比較不油膩，然後會搭會配合一個生菜沙拉，另外一個就係南洋的叻沙料理，叻沙那個燉肉，這個也是較個特殊一些的，個石鍋拌飯啊，一個都算講較個我家的料理的方面，因為畢竟平常他家人是家常便飯久的，我想嘅除了東北四季，我想嘅是個冇共用嘅東西，可能味道合得到嘛。根本人要當帶過來吼，要主打。哇，你調到話製作單位吼有準備量嘅本來，如果講調到小嘅一個係酥肥嫩雞，一個係南洋叻沙燉肉。你能對哪一些可以試試？可以先是對個清淡的，再吃比較重口味的叻沙。清淡的是酥肥，伊係用蒜香奶油醬，伊係用嘅奶醬去煮嘅。真是呢，馬上批紅來嘅三條麵是幾種呢？有個三條麵安裝還算清淡哦。
甲讲系无用油去煮的啦，用奶酱去煮的，啊也系鸡腿的肉，伊个鸡肉头头在装的时间，挺有弹性的，唔免一下就按软就跳下去的哩。嗰香嘅说真的，人有个鸡人有贴去同个农民农户间去托过嘛？有啦，安尼有算讲吼，有去先讲，甲个特殊的鸡腿肉，吼，安尼试过，伊家个鸡腿肉所唔会差，吼，啊如太细啊，好切得嘟嘟吼，因为安尼有去试过一种的比例啊，有时个特细开，煮的时间、久的时间，伊个口感会有差，肉个太开是煮一段的时间，伊个肉伊个使去个有口感啦，个唔会硬硬啦。头头安尼说啦，佢唔可以讲。人哋講嘅太硬了冇，雖然講叫有彈性，但唔會太硬。人現在有個雞，係一般講嘅，人哋講土雞啦，又係講放山雞嗰種嘅嘛。是冇用啊，放山雞嗰種嘅啦，譬如說伊本係一般嘅土雞肉安尼。你有個種啊，頭都唔有特別講，有個係奶醬嘛吼。奶醬有個唔係同雞講啊，係做又係講。雞料理好嘅，有個種另外再煮嘅落上去嘅。同雞腔啊下去做。係哦。伊雞係安尼需要去搭個米湯嘅，吼，再過去煮一個奶醬，再過落菇嘅啦，吼，節瓜啦安尼落去煮嘅。唔講，安尼今天後生下去，用行喺安尼，佢有彈性，米湯又係幾好，你有個奶醬準備好了，會唔會幾麻煩啊？唔會啊，如果先煮吼，因為安尼算。奶醬睇安尼地方嘅料理嗰度種，不如鍋，不如飯，不過度種，所以講奶醬嘅用量算很大啦。你有個配方嚟配有個沙拉，頭都講嘅沙拉，而算係咧幾好嘅搭配呢，因為奶醬食久其實難免會有膩的時候，搭配沙拉有時間會同個口中的味道去做一個平衡。人哋沙拉，可能人哋種嗰啲片呢，係用個西方嘅乾嘅迄種，有個沙拉有個種有特別係乜嘅種嘛？一種係意式嘅油醋醬，意式放了有一些酸酸，西巴甜甜安尼。嗰種人種槍也一種。它就是解膩，目前的話是用一種。所以搭配沙拉盤，那像一種嘅蒜香奶油醬酥肥嫩雞，安尼有兩種嘅主食配法，一個飯，七谷飯，安尼點方用嘅係七谷飯。另外一種就係麵包，因為有人講，給明你冇想我吃飯啊，打麵包可不可以？可以，就會讓他選擇主食，你要唔會批飯啊，還批麵包啦都可以。咁麵包我哋用一個佛卡夏麵包，因為一個麵包我哋也是絲嘅紅豆乾啦，紅豆種，以口味來講，那是嗰個忠於佛卡夏麵包的味道，它吃起來就是有一種香氣。加個香味同加個口感之後呢，喺人這個感覺吼，真適合嘅。哇，安尼真期待下一項，你頭都有個講雞嘅之外，有個係乜嘢？叻沙。南洋叻沙燉肉。南洋嘅叻沙。伊叻沙醬去煮嘅。等一下有個係中藥嘅嘛吼。係。哦。可是空空的給些咖喱啊，因為叻沙咯。叻沙醬去煮嘅。口感跟叻沙還是跟那個咖喱還是有差別。有個同係食過嘅，始終冇乜樣樣。原來嘅，記得講印象地杯吼，南洋有種嘅料理地杯，佢們攏會用嘅椰奶。你地杯有用嗎？會。比例係咩個大？因為伊個比例太多嘅話吼，伊會同一個米湯，一邊像牛奶米樣嘅，所以唔可以去改係一個叻沙的味道。按你說真正做一個叻沙啊，我印象地都有位廚師朋友同我分享，他其他嘅前置作業幾多啊，有時間甚至講燉一個肉，佢都會半年一年嘅時間。你亞方也係準備研究嗎？其實是。煮嘅時間冇研究啦，像咱哋一個中藥係用地杯，中藥地杯一個梅花鹿，梅花鹿係比甲線要較個油，要比三千年冇按油，一般咱煮嘅三千年冇個油，所以梅花鹿係算中藥地杯算個油嚟嘅用，特別會切太細一太開，因為你太細開始咧口感又冇咁樣，睇煮嘅中間咧又個容易面痕，如果看唔到用。其實一烘菜嘅時間係用烚嘅時間嗰個炒。其實有個概念吼，你煮太久，以為
会柴柴的啦，会滚落润嘿。所以我哋有一天咧比例就想讲，注意久的时间，如果熄火，好火关系，就比半翕的要翕一久，也做我用係最好食的。条到安尼是真是有个感觉，因为我们虽然讲切咧吼唔会撕开，但系呢食下去的时间，佮酸quite嫩呢，佮肉啊，假使讲无酸嘅米头的话，佮口感吃菜有像切食嘅人哋讲嘅牛腔样，真那个味道跟同嘅口感亲近呢，所以人这个条到还有谈到讲，说真在人会配饭同面包嘛，饭底部按到七谷饭系咪？人家嗰度談到迄五谷啊，人七谷，迄加係乜嘅東西冇用喺地方。你要加紫米啊，跟黑米啊，對，就再另外加紫米，安尼5方加1方，唔係6方啊，行會加其他五谷雜糧落錯嘅，嗰種掉方嚟係切方。行嗰度咧，帶過來係麵咧，有個麵唔係係看應該係一般嘅意大利麵啊，有個有乜嘅特別嘅地方嘛？有個係算講我哋特別用心去研發的一個創意的料理。一般我哋聽到不是的意大利麵，也就會可能有紅醬、白醬，按冇攞青醬。我哋就會再個用基底啦，就是白醬算基底嘛，我哋再個因為我哋行業，目下又係算行業的一種名稱，我哋還是用客家元素，客家元素放攏喺客家料理，免淡嘅也好，我哋行業咧蔥頭酥係最有名嘅，所以我哋特別去一家包蔥頭酥，去配合一個意大利麵的一個白醬、奶油醬，去做一個結合。吃的時候講，米頭唔會差，除了有一個牛奶的米頭以外，還有一些淡淡的一個蔥頭酥的米頭，食起來係一種無窮樣的感覺，所以我哋就拿來點烘，做我哋的創意料理，按照福氣油蔥酥奶油醬意大利麵。福氣哦，係我哋節目嘅聯名嘛，我覺得就是吃好像有那種很福氣的感覺，這樣子。安尼上烘來，其實唔會差呢，就是講。奶油醬同人哋油蔥嘅米頭夾起烘來，唔過誒，即個想象喺地步一個行年除了做油蔥之外，應該行年人哋南部來講，一石頭應該會係7000粒台灣可以做青醬嘅變化嘛。所以因為目前嘅話，青醬還冇去做啦，因為東西多，我哋會可能會嚴選幾個我們覺得不錯的，或者是幹嘛一家是都唔會差去研發來賣安尼啦。畢竟安尼唔係意大利麵嘅專賣店。真是感覺到能夠用心嚟研發咗無窮嘅口味，從客家嘅元素加入去呢。除了要在主食啦、配菜呢，有特別去選擇，特別去設計講，談講唔能喺同樣嘅水有乜嘅無窮嘅偏方呢？米擺煮嘅湯會無窮樣。甚至可能米熱，還冇咗甘熱，所煮嘅湯都無窮樣嘅變化。有時嘅係像今日帶來係濃湯，但是有可能聽講你用嘅係香菇雞湯，加過來去竹筍嘅時期到嘅啊，我哋幫我做竹筍嘅湯，搭配一個季節性，伴人行來食，米擺攏無窮樣嘅感覺。不是我看得到講，談論幾隻無窮樣農產品都看得到，人哋同有產生某個無窮樣嘅變化嘅吼。安尼也幾好，也真是本人歸其他講米擺去到嘅唔係食窮樣嘅東西，係食窮樣東西底擺我有無窮樣嘅變化，真是幾神奇呢！觀眾朋友，今日呢今日嘅傳堂有按到無窮樣嘅變化，但係呢今日嘅傳堂還有兩版神奇嘅故事，休息一下，繼續來同大家講哦。一間傳堂除了佢要有好食嘅料理之外呢，最重要嘅還係講時間久嘅呀，還會同一個人客變做好朋友哦。唔過說真正佢哋嘅人客有本佢印象幾深嘅冇，繼續來請教佢一下咯。說真正，以前你哋喺屏東市開嘅時候就有認識幾多嘅人客嘛？有幾種人客係你哋辦過嚟從此之後，佢很特別就過來請人咧有安尼嘅冇？有讀過哩，佢係開某一舊，其實我因為印象中，佢遐看到人客安多
嘛无法度伊咧认出来。啊，有一日讲伊讲伊就说4个人，哦，伊就说来讲，你母卡又在看咧，讲，因讲我弟啊，哦，我想讲已经隔3年咧啦，睇林森路过来从子也已经隔有3年。伊讲我弟讲啊，林森路有开店安尼，啊讲讲唔来来唔用个弟个，伊讲伊喺旧路。啊！以前俺们睇林森路开时，伊们路过接来说，啊，过来无开过后呢，伊们就啷试试。有一日伊想讲，网络上情况啦，有乜个美食可以去吃了冇？哦，有某一种有看到乌卡，伊讲乌卡有个名个叫很熟啊，啊，伊路类似人都看到安尼，人讲伊底下安尼有开店的，所以特别又在对旧路带乌卡人来。同我来吃饭，哦，佢係也談到嗰感情嘛。安尼對你來講，說真正認真去算一下講，人哋睇下傳統開嘅之後，喺菜天嘅人消費嗰度，還係老輩嘅人消費嗰度嘛？一般來講係喺菜天嘅人消費嗰度，但是慢慢時間久嘅，我會發現講，老輩人來消費嘅人引來引導。啊，所啲嘅資訊如何講？有個人更加認為翕相啦，哦，啊，伊網絡上看到，一個。可以嚟嗰種唔會炒喎，點解啊？啊無你如果幾些朋友來食，慢慢嚟，更加嚟講，每天嘅人來食不唔會少。啊，你一定要念下地位啊，有算過佢係1個人、2個人咧，哦，我哋講嘅小客群咧，也係講從頭到講嘅一大村路卡嘅人安尼，一家子人嘅嗰度。更加目前發現嘅攏係團體嘅嗰度。團體嘅嗰度，團體嘅比如講中方嘅和貴港人嘅食飯咧，海鮮人嘅、料理嘅、古來嘅，哦，貴港人嘅毛煮嘅，如果帶兩人嘅點嘅方式，哦，我睇一本佢嘅朋友要嘅話，來來食，吼，啊無如算沙琪嘅，吼，撇村嘅子公啦，吼，昨天啊，一到村莊我請人嚟食飯咧，吼，我帶兩人嚟也selfie，我都變成講喺一個團體，吼，他間人共下食飯嘅好素材，好處係講，因為喺種嘅地方，他間人熟識，除了食飯，還可以同他間人講話打嘴鼓，哦，嗰種嘅氣氛又俾人來也感覺講，有一種嘅親切熟悉感，哦，唔係像講唔愛去食飯，下擺是冇相識嘅人來啊，下擺話題上有講，畢竟冇按接近，但是唔睇唔嘅故鄉嘅時間，一度。比如講隔壁嘅村咧啦，吼，總是會有一種嘅故鄉嘅迄種感覺。講起頭擺啦，吼，生意嘅啦，吼，啊無你講頭擺啊裝嘅方樣嘅啦，乜嘅改變啦，吼，話題比較個接近，吼，啊睇講話食飯嘅氛圍咧，睇下已經個歡喜，也個講那個得，個方表述。哦，安尼講好來，有個家庭嚟講，看過最泰森嘅家庭係一多年咧，係講有嗰種。人哋講3代同堂嘅3胎來嘅有冇？有啊，是有讀過3胎同堂嘅都新橋拉嘅妹嘅孫嘅，哦，上禮拜都讀到一個，差唔多有20個。因為都每禮拜啊，生日都我過來食飯，啊都會去攞杯食，啊因為都會講帶人嚟村莊嘅食飯，所以對我嚟講。電視人嘅路咩鬼陌生嘅嗰種感覺，來村莊好，村莊好啊，村莊煮菜本來嚟食咯，那種嗰種感覺唔會感覺講，雖然一天擺來，但是唔會感覺講上分。電視人嘅路講，走來走去，嗰邊嘅有空氣啊，哦，唔會拘束啦，唔會講去一般嘅床上嘅時講過拘束安尼，後來啊拿醬料啦，拿筷嘅啦，後講話啦乜嘅，如果這麼講親像。他間人熟識佢叫。按當年還會同去打嘴鼓，嗌第一講唔自家做成啫，唔自家負責嘅工作係做外場嘅部分嘛。按有談過講，然後同分享個貼嘅也係講本影響佢層嘅故事冇。哦，是有讀過講，因為嘅我哋嘅家個種裝嘅方，他家熟識嘅人，有時嘅大家會不約而同，在我店裡相遇。哦，啊有一個有可能一年共用共存嘅，有一個3胎同床嘅來食飯咧，係個先生退休嘅，坐我地位，啊伊坐我老輩，有先生講，個伊個先生，印度伊個先生，頭擺邊抹過嘅，啊過兩眼一批嘅時間，我同個先生開玩笑講，個學生嘅聽老輩哦，有印人嘅，
出来过后呢，伊呢都先生同学生咧讲伊头摆的事情伊讲伊头摆变擘的时，真欠咧，又擘个，毋过更加咧，伊看到伊佢感动啊，佢感性伊头摆迄咩伊安尼教育了后，伊嘛无见面伊咧成功他讲伊安尼相见欢乐错的啦，那迄种气氛啦我感觉讲不期而遇，在同一个地方吃在家乡吃他讲伊独到讲伊头摆嗰种情分啦是很感人。真是睇现代听到安尼分享嘅故事，本人quite感动咧，真难得啦，安尼讲，因为真实来讲，安尼本汉世时节本先生安尼骂过也系讲骂过之后，有的人对先生会欠一生人呢，真是有的啦其实有的人这个他也只要会反馈，这个会反省一下讲，头摆应该这个有咩安尼好彩嘅时节先生有安尼。拉一把，人讲拉一把，也讲动动来做一个事情，某一天来审判就会生命就会有不一样，真是看到一种几多人生故事，会本人quite感动除了安尼，你的银行除了同打这一股之外，会唔会有个银行特别对你的料理感兴趣，也要讲其自家会去做我们现在讲的客制化料理，我讲想会调整一下，唔免讲全部太调整了，会讲料理点会调整一下，有拄到讲安尼个特别的银行无？嘛是可以啦，一般是讲，反正安尼开餐堂，就会本银行是欢喜，以喜欢食鼓励不卡买个东西，安尼范围内安尼拢尽量会去做调整像是有一个生意来说伊之前是当安尼的面包餐几好吃，不过伊就突想要吃面包伊一吹上生意的袂是安尼吹伊妈妈都问讲头讲用可以想买面包无生意呢差不多3-4岁啦伊现在是人的面包呢可以想买面包讲不是伊要是面包就送你吃就冲一家生意的用难得生意的是反正面包也无卖的去俾公己照顾一下。错。你能自家可以做一个传统的工作分工，你自家做外场，妹妹今年应该算内场的嘛？内外场你能自家有时间工作，喺无限的时间，会唔会有反过多人的时间？你去内场听书，也讲内场的出来，我会听书，有安尼的冇？其实安尼三名人外场内场拢袂，因为毕竟讲主动是向我学的。名义摕点的方的，只不过讲因为我村长的身份啦，下摆无限的势头轻度，无法度摕点的方请求，还讲不是摕点的方，所以变成讲迄摕诺贝尔奖的时候，我出院的伊就会做外味的，伊就会点村啦，伊会走太银行啦，迄比如讲，我老妹无限的，伊这边有事情的，有我如果下去天做。无拢爱村会天做，所以一种工作、乱算训练读工人拢可以对调的，冇问题的。最主要係講原本的分工都安尼，唔過真是有情形意外的狀況發生的時間，馬上都還可以調通。可以。你妹今日會同我講冇？按無限有時間無限過來，人能可以增加人數冇？今日會有安尼嘅時間嘛？其實下擺會呢，比如講假日一般也會天數啦。假日的時間一般也會聽書，係真是無法度嘅時間，會請工讀生。如假日的時間來聽書，點樣樣嘅事情。太熱嘅，像過年啦，也係講清明節、年假嗰種嘅時間，就有可能會遇到安尼情形。你即比如講像過年嘅時間，青島人都太本也有睇不開嘅時間，其實我哋三名也是很可以嘅，因為我哋以前喺林森路做路有訓練過嘅，等於上過戰場嘅，就是那個。SOP 的流程太本拢有3熟的。其實只要說嘅，其實這一種小情形，其實你能經一下，可能講經一下，其實都夠嘅，其實不會造成很大的困難其實傳統來講，最重要的還是前置作業。你所有的料所有的菜，前置作業都備好了，很快。前置作業是最重要的。按你說真正，能更加幾多一片來之後，生意也歸已經穩定了嘛？對未來來講，對於一個傳統有冇個其他的規劃嗎？對於未來來講，我還是希望講慢慢的注意來源銀行的口味，我還是希望多做一些行業的元素的東西，來往我哋的菜地位，本銀行適當還是保留我哋還有原來的行業的味道喺地位。但是又唔會太單調，可以加上平常個模式多嘅味道來做一個結合，
哦，本人讲有一种感觉稀奇啦，啊，是迄又唔会查，啊，即个感觉唔会查，我嘅朋友人、学生人嘅古来时嘅，我有，比如讲有一种想，啊，我等的是木卡，马个木强用嘅料理，有一种喜悦感，喜悦心啊，等人来分享，请人来食。有本大家可以试得到创意又神奇又好食的客家料理。观众朋友，今日啦，真欢喜，我哋老朋友苏振泽回到我哋节目，再同我哋分享佢嘅故事。也希望大家有閒出去留了，到我哋從這個世界大家可以去嘅材料也好，希望大家可以繼續來同我哋支持我哋菜地嘅產業也好，小農也好。今日真是最感謝我哋蘇振澤好感謝。感謝各本主持人，感謝觀眾朋友大家，有閒呢，歡迎大家人來從事木卡嘅廚房，使我哋嘅創意料理來打水果材料飲茶攏可以，歡迎大家，多謝。好喲，安尼更加夾夾來聽聽我哋先生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歡喜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喲。